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郝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菲律宾禁止台湾旅客入境，即马是传出咱政府准备要提出反制措施，包括冻结菲律宾劳工来台湾、取消菲律宾来台湾免签证，嘛要调回代表等等。也毋过昨尾暗嘛，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拒绝解除禁令。咱外交部表示讲，今日菲律宾会开开讨论，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咱台湾会看书办事，看结果来决定咱的作为。菲律宾卫生部7日暗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引发个人反弹。外交部表示，这是菲律宾卫生部长单方面的决定，并不是官方立场。菲律宾驻台代表班纳耀嘛伫各种媒体替台湾发声。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13面对媒体转达总统杜特地的话，强调这甲一中原则无关系。But I asked the president last night. Yun ang sagot niya. It's nothing to do with it. So, sir, what's the logic? It's the safety. Apo. Very emphatic siya kagabi. I It understand. transcends, sabi niya, borders. Kung pinag-uusapan ang kaligtasan ng mga kababayan natin. 发言人强调，杜特地第一关心的是菲律宾人的安全。不过，即马传出若是无善意回应，台湾嘛已经准备反制措施，可能甲2013年港大兴会事件同款，冻结菲律宾劳工来台湾，其实是暂停免签，禁止因来台湾旅游，停止农业合作，调回代表。虽然外交部强调无排除任何可能，按个目前先莫讲制裁，有机会沟通，希望这两天菲律宾的内阁会议会当进行。我方将依据菲方内阁会议的结果，做通盘的考量，来决定我方因应的措施。目前，我方仍然会继续的与菲律宾的相关的单位全力的沟通。我们希望菲律宾方面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另外，真侪美国联邦参议员，包括贾德纳，在为提出决议案，纪念因为感染武汉肺炎过往的中国医生李文忠。不过，决议案嘛回北京，疫情资讯应该公开，停止将台湾排除伫世界卫生组织以外。外交部就对此表示感谢，嘛悼念李文忠，因为在生前前所推行的言论自由，希望会当去中国政府重视，因为中国民众应该爱有言论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有一架载千外游客游轮 Western 号总算有所在停下，昨昏停伫柬埔寨港口。柬埔寨政府有派人去船顶检疫，初步看起来应该是无人去挖着武汉肺炎，因为船顶嘛有2个咱台湾人。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讲，因等下台湾了后，咱政府嘛安排因去隔离做检疫。维持特旦号的旅客当地庆祝，伫镜头头前真欢喜。连续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关岛、泰国等5个国家拒载了后，伫海上漂流13天，总算靠岸。13停伫柬埔寨西亚努港，不过船顶的人阁袂当落船，爱等到东京定阵检疫，确定无人感染武汉肺炎，才会当放行。លើកប៉ាល់នេះអាចតែមានមនុស្សតែអាចតែសង្ស័យអាចឈឺអញ្ចឹងណាប៉ុន្តែឈឺអីទេបែប20នាក់ប៉ុន្តែគេទុកមកកន្លែងទេអ្នកនោះណាអញ្ចឹងព្រឹកមិញនេះយើងបានបញ្ជូនពេទ្យយើងទៅយកសំណាក់ពីអ្នកទាំងនោះដើម្បីបញ្ជូនតាមអត្ថប្រយោជន៍ទៅ Pasteur យកតាម Pasteur មកទៅតេស្តមើលប៉ុន្តែតាមការយើងសន្និដ្ឋានទាំងអស់មើលទៅក៏ដូចមិនមានអ្នកកើតជំងឺ coronavirus នៅលើកប៉ាល់ហ្នឹងទេ 若是无确诊案例，船顶2000外乘客甲船员会统一安排包机，飞去柬埔寨首都金边，再过去登去国内。若船顶有2个台湾旅客登来了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有准备隔离措施。里面有2位我们台籍人士，那将来回来的话，那我们当然会做隔离检疫，隔离就会送到医院里面去，那做相关的检查，那确保这样的一个安全。 那安尼2个个人登来班机，前后上无2排被安排其他旅客，若共班机的外籍旅客嘛袂当入境，嘛袂当到机场转机。另外有中港澳入数的旅客未来，居家检疫的通知书会先至加 QR code， 入境的时就当真紧的写好，减少机场伤过塞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赶紧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即马已经超过63000例。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阵中国有63672例，1487例死亡，已经要活1500个人。啊，那咱台湾并无新增加确定的病例，目前共款维持伫18例。日本的病例伫泉州公主河顶头有218例，日本本土是33例，其他的所在有新增加病例是香港，昨昏加3例，目前香港有53例，新加坡加8例是58例，马来西亚加1例，目前有9例。啊那欧美的国家，美国是加2例，即马美国有15例，英国是9例，其他国家并无新增加确定的病例。咱台湾目前共款是178例，啊那好消息是第10例患者，伊体内已经验无病毒，专家讲已经好利啊，即几日就会使出院。这个患者冒写文章，伊讲我若无坚强，谁要替我？我若无勇敢，谁要替我坚强？伊甲治疗的过程、甲心情、点点滴滴拢写出来，嘛向第一线医护人员说多谢。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想要生病。用录音讲出我无勇敢，想替你坚强来表达治疗过程的心声，而且甲医护人员说多谢。伊是有武汉旅游署的国内第10个确诊个案，经过治疗，临床症状改善，最近可能会当来出院。在症状上面一直都属于比较轻微的，那这一次他是因为他的采检那2次都阴性了。那么现在整个这个症状上面也都解除了，这关询问过专家以后，那决定要给他解隔离。这个大象是伫咧1月12日武汉返来台湾了后，1月2日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等较轻的症状，继着赶去诊所检查，去互判断是一般的感冒，食药了就好啊。迄当阵嘛，因为无符合通报条件，无采检，不离个过无偌久，因某无旅游署煞来发病，变做第9例确定的病例，了后再来采检先生，落尾确认是阳性。伊讲断医了后，厝内的人真可怜。面对未知的疾病也有些不安，但我只能勇敢面对。只要家人还有社会大众都能平安，我都愿意被隔离。选择说真话是这么的困难，如果社会对他们标签化，大家都不选择不说真话的时候，那我们的防疫又怎么做呢？知影人性拢是烦恼讲家己去互传染，毋过破病了后，才会当感受到病人的无奈。啊，若是真正新加坡嘛公布一个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圣淘沙世界交场的员工，2月初5发病，初9隔离，指挥中心提醒，民众若是伫咧2月初4到初9有来这间交场，就要注意。我们无法掌握特定的这个我们国人是不是有去过，我们只知道他是有一个员工了哈，所以就要特别注意。根据统计，到10日之间，累计通报病例1717人，包括15个确诊病例，目前1591个人排除，其他是隔离检疫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中国的疫情是真严重，真侪所在拢封城。咱台湾人想要倒来咱台湾，也毋过乌百姓的台办是批评讲，拢是咱台湾这边在拖，所以飞台湾的专机一直无法度起飞。咱陆委会是大正的，表示讲防疫第一，弱势优先，会继续甲中国沟通。武汉肺炎疫情伫中国继续扩开，为解决受困对话，中国配偶主女无法度登台湾。陆委会原本11宣布，中国配偶主女回台方案引起反弹。10日暗时，指挥中心大灯发宣布撤回这方案。陆委会成立并且道歉，佮强调指挥中心评估以国内疫情为优先。我们引发社会高度的担忧。那么这一点我们陆委会已经虚心的检讨，专业的评估后。决定以国内的防疫为优先，宣布撤回陆配子女回台的方案。根据统计，受影响中国配偶子女人数差不多2000多人。不过自从1月初3第一批武汉专机登台湾，河北省疫情严重，甚至留伫河北台湾人甲中国配偶真着急。有一位自称是单亲妈妈中国配偶写配合蔡英文，强调已经伫台湾生活70年，拜托蔡总统唔通放杀因，互因早日回来。对于国人的权益跟安全，那我们当然会去思考，用最妥适的方式来进行照顾跟协助。那当然，同时也要兼顾国内的整个防疫工作的进行。防疫第一，弱势优先，以及充分准备、量力而为的原则，那么持续与陆方沟通讨论。
河北省台湾犯人现军志12表示，早已列出留伫河北的979名台胞名单，予台湾又安排同行负责运送，也强调滞留河北台湾人有将近850临时到河北状况，也有未满18岁少年囡仔，60岁以上老人将近400人，牵涉台湾当局一再拖延，呼吁赶紧启动第二批包机登台湾。不过，陆委会强调，防疫第一，弱势优先。第二批登台湾的专机，目前议员咧继续甲中国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造成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拢总被将士过身的乌鹰直升机失事事件，空军已经完成初步的调查，今仔日会对外公布。失事的原因可能是迄一天山区的天气向转变，这飞行器的驾驶想要扭关飞行器的关度，无去注意到头前有山，伫咧云雾当中弄到一粒小山头，细粒的山头。若当当时，若是溜溜啊偏正边，也是偏倒边，就袂去弄到啊。来看自由时报，法官朱良因为涉嫌买春，另外一个法官詹宝贵涉嫌收礼。昨昏这两个法官，一个奉免职，一个奉剔职，也是专案已经确定。朱良袂使阁做法官，所以1000多万的退休金嘛乌有去啊。若詹宝贵是因为伊已经退休啊，退休金嘛领到手啊，所以剔职对伊无影响。来看《苹果日报》，武汉肺炎影响国内经济，真侪产业拢受牵连。行政院昨昏已经确定讲，要提出600亿来纾困来救消费。行政院昨昏开会讨论疫情的特别预算，总金额是600亿，望讲各行各业拢会在受抵应。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一定爱是人人拢受益。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冲击着国内产业。行政院早起通过包括经济、交通、农业3方面的纾困方案，嘛变特别条例甲预算。其中甲民众有直接关联的，就是抵用权。毋过经济部强调讲，袂当当作现金来使用，重点是爱先消费，才会当来抵用。消费者消费，政府来帮你折价，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要去消费了，我们才会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抵用的概念。所以两个机制有一点不太一样。经济部指出，抵用权未来用伫咧商圈、夜市啊、餐厅，毋过详细范围也佫需要确认甲评估。而且经济部公布的160亿，佫包括资金纾困、防疫的千亿专款保证甲补贴贷款利息，啊，佫有夜市啊商圈的拍折优待20亿，不离个拢爱伫疫情稳定了才会来推售。交通部是扫纾困经费200亿。啊，佫有观光产业进行54.5亿，若是佫加上观光升级的精减300万，交通部总计是投入去500亿。农委会是提供60亿，总共8项的有利贷款来补助农渔业。观光旅游业还有交通运输业的营运损失，来进行救济，还有它持续营运的支持。复苏方案呢，目前是编列在总金额里面是编列20亿。古拉斯转达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指示，伊讲纾困方案一定爱平均分配资源，而且爱做落就有效果。啊，佫有加速公共建设4大原则，这嘛是行政院第一波纾困方案，并特别预算600亿。我们即将匡列特别预算的规模是600亿，它即将由历年的累积的税基剩余，还有主计总处即将要筹措的财源来支应，作为主要的预算来源。而特别条例以及特别预算为期1年。行政院预计20扫出纾困特别条例草案，在野党嘛表示这是一件好代志。后手包括劳动、文化出版、艺文展演、制作业等等的产业，行政院嘛请相关部会赶紧提出应应方案。记者综合报道。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咱政府嘛捌分过一人3600块的消费券，国家当时是开858亿，也毋过加当年经济成长率敢若起0.15%尔，效果无大。所以即摆政府是讲，政府要分的是抵用券，是คู碰的概念，拍折优待，民众爱先开钱，才有法度拍折。打折，打到骨折。平常时早起传统市啊买物件的人明显减真侪，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渐渐冲击到内需消费市场，为着要提振经济，政府计划来扫拍折优待救市场。促进消费啊，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不敢出来买东西啊。没关系，大家都躲在家里闷久了，一定都会出来啊。
经济部强调讲，酷碰拍折优待是你开钱我拍折的概念，民众爱消费一定的金额才有拍折，毋是过去式的现金消费券。保护民众认为讲，若是会当抵用的金额无悬，嘛袂因为安尼特别来消费。至少要4位数嘛。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话，对啊，当然，因为政府财政上面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金额的限制嘛。但是我觉得至少要上1000元的话，大家会比较有感嘛。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海啸，马英九政府捌杀消费券，迄当阵每一个人分3600，政府机制858亿，啊，毋过过当年2009年的 GDP 敢若成长0.28%到0.43%，实际效益是真有限。啊，若是旧年，蔡政府因应中国限缩中国旅客来台湾，嘛捌杀扩大国度秋冬旅游补助方案。若是大房参加方案的饭店民宿，每一间房间会当领200块的夜市仔券。编列差不多6亿的预算，到目前为止，创造经济效益超市9亿。啊，若是即届杀的酷碰拍折优待，预算规模要20亿，会使讲是夜市仔券的扩大版。去年推出的国旅补助的效果其实比较好，部分补助嘛，这个应该是点第一把火啦。后面的话要有其他的带动，1000块的诱因其实就有民众会买单的，但是民众其实是出来大概会花5000块所以它的投资效益其实是5倍。经济部表示，最近的盘点内需服务业嘛爱看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的程度，到时阵优待拍折要伫咧倒一种行业来使用，也搁爱讨论。啊，若是要用电子拍折代买，或者是实体抵用券，也是讲会当两个做伙做，卖照消费者上方便的使用习惯来去设计。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锋面搁较瓦紧，加上西南风增强，咱全台湾今日拢有机会会使会落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年头一波春雨的锋面瓦紧，今年的春雷嘛伫咧昨昏淡过啊，因为水汽有够，温度有够，合欢山是落冰雹。今仔日全台湾拢会落雨，西半部、东北部雨会较粗，嘛有雷公雨，也是局部大雨。日时温度会比昨昏降1、2度，高温大约是15度到19度，那雨来温度可能会搁降淡薄啊。明仔载雨会较点，伫咧北部、东半部是局部低暂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另外，爱注意今仔日甲明仔载，金门、马祖西半部会大雾，云有较低，能见度就较歹，塞车爱细致。另外，要提醒乡亲的是，礼拜日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温度只有10度左右，温度会降真济，会赶到后礼拜3的透早，乡亲爱穿雨袖。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伫咧今仔日半暝半花莲半暝1点49分发生规模4.8地震，地震的中央伫咧花莲东部海域，深度25.9公里，上大震度是新北、宜兰甲花莲拢是2级。另外，日本昨暗嘛有地震，伫当地时间昨暗7点34分，北海道外海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日本这摆的地震的中央伫咧千岛群岛海域，上大震度是4级，包括北海道、日本东北拢有感受，拢在海。虽望地震的规模真大，好加在深度嘛真深，所以并无苏纳米的警报嘛拢无在前。镜头转来过来关心高雄市的消防局，伫咧昨暗10点外出任务的时，消防车甲货柜车相撞，消防车变过去了5点。车顶5个消防人员，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行车记录器翕到伫公司红顶路甲过壁路口，一开始听到消防车的声音愈来愈晚，毋过等下消防车出现，货柜车直直冲，消防车被护伞弄到货柜车当场并车。警消到现场了后，赶紧将家己的同事救出来。按过车顶5个消防人员拢有受伤，其中2个人可会知人，有2个人重伤。上严重的就是小队长方英昌，当场都无性命现伤，落尾也是救袂回来。货柜车驾驶9700.6，伊公共危险罪上班。消防车的嘛，窗户关起来，实在是有时候那个距离的关系真的不是挺短。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无到病院探视，表情叮当。根据货柜车业者讲法，迄当时货柜车是市顶直行，毋过是毋是无注意到消防车的声音，或者是有其他原因，拢搁爱等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日本武汉肺炎的疫情。日本昨昏是出现头一例武汉肺炎死亡案例，死者是一个80多岁阿嬷。伊过身了后，才互确定讲伊去防卫着。伊并无去过武汉，毋过伊有甲日本防卫着的客运车司机是亲情。日本13出现头一个感染武汉肺炎死亡病例，死者是神奈川县一个80多岁妇人党。伊顶个月底开始身体无爽快，这个月初一到病院看医生，12雄雄病情恶化，接受病毒检测，13死亡了后才确认感染。2月1日より神奈川県内の病院に入院をされておりましたが、本日死亡が確認されました。この方について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肺炎が疑われたため PCR 検査を実施していたところ死亡確認後に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陽性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这个妇人党无武汉的旅游史，嘛无甲武汉的观光客接触记录。不过，伊甲13确诊的当家一个70多岁计程车司机有亲戚关系。这个计程车司机嘛是顶个月底身体无爽快发烧，发病进前14天无去过中国欧巴甲1天。伊进前表示，捌伫羽田机场载过中国观光客，了后又搁否认。厚生劳动省会详细调查2个人的感染方式。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において国内で流行していると判断するに足る疫学的な情報が集ま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今後早急に疫学的な情報を収集し、専門家ともご相談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の上で必要な対策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除了这2例13河口山一个50多岁男医生，甲千叶县一个20多岁男性嘛确诊，最后日本无包括三条公司号的确诊人数增加到33例。到伫这个时阵嘛传出东京奥运可能会延期消息，对此日本奥运组织委員会嘛出面驳回。無責任なデマも流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東京大会の中止や延期は検討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を改めてはっきり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另外，三条公司号13个确诊44个人，是43乘客甲一个专员，因为未少高龄的乘客出现身体无爽快。日本政府会互80岁以上有慢性病的乘客，或者是80岁以上住伫无窗仔门的房间，甲共房间的人，先落船隔离。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加坡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有58例，目前有8个患者病情较吃力。专家是警告讲，新加坡的疫情恐惊才打起头尔。另外，越南的确定病例增加到16例，大部分拢伫咧越南的北部。伫咧北部有一个庄仔头，即马已经互管制封起来啊。越南13新增加一个确诊的患者，是进前确诊病例的家属，总共确诊的人数有16个人，而且尚无6例出现伫咧北部永福省的三雷川。政府宣布为着要防止疫情传出去，决定要封村20天。而且伫咧庄仔头4口位设备监控站，严格控管出入的人员，而且对所有出入的车辆进行消毒。这是中国以外第一届有国家采取大规模的隔离措施。受到影响的真万的村民，越南政府会提供因生活补助费。新加坡是中国以外确诊病例上侪国家，目前10个患者已经恢复，毋过有8个患者病情真严重。当地官员表示，要替上歹状况来做准备。WHO 旗下组织的专家认为讲，新加坡疫情才打开4年，而且预测也無病例國家了後咪來出現。Got people asking the question, obviously, why are they not affected yet? But be pretty confident, though, eventually every country will have a case. 新加坡官员认为，讲疫情的这么严重，是因为群组感染。确诊的病例当中，3个人甲君悦酒店举办的商务会议有关系，5个人甲一间教堂，9个人甲一间药行有连结。新加坡12新增加3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拢是无去过中国的新加坡人，其中一个62岁查甫人是新地银行的职员。目前伫咧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的隔离室，新地银行嘛因为安尼紧急疏散甲这个患者共一站楼做工课300个员工，嘛派人去消毒办公室、电梯大厅，还有便所，嘛宣布员工伫厝里做工课。Coronavirus ni rasa macam dah a bit serious punya isu lah dekat Malaysia dan neighbourhood punya negara. Kalau dekat Malaysia, kalau nak travel buat masa ni rasanya Malaysia selamat lagi kot. Singapura saya tak tahu sebab baru tahu dia dah ke orange code.
新加坡政府进前宣布，已经应对警戒程度提悬到第2悬的感觉色，互民众真惊下手要买物资。专家强调讲，民众应该保持冷静，保证无任何欠物资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那武汉肺炎伫中国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乌北一日就加14000例。疫情嘛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讲，会用减税方式替企业渡过难关。而且在软件上，比如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伫政治局常委会议指示，会用减税方式鼓励企业复工，并明确强调要确保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中国央视嘛随报道中央企业的复工甲复产的情形。比如像石油石化复工达产率已经达到97%左右，像电网发电企业已经达到83%以上。路透社独家报道，习近平2月初伫国产会议就指出，部分阻止疫情的做法是伤过超过，已经伤害中国经济。包括封信、封城、封路，伤济限制措施，毋但无实际，嘛引发民众惊吓。部分媒体批评习近平种做法，就是替老百姓性命伫跋筊。虽然中国各地1月到7日拢已经复工，不过看起来民间并无完全响应。当然和正常角度来讲呢，还是会是少很多的，就是和节前正常还没有这个疫情还没有那个。扩散的时候，大家就是人流还是少了很多。目前包括中国天信已经将复工的日期延到24，按照阿里巴巴等网络公司嘛，搁一摆延后开工。苹果公司嘛宣布，中国直营店继续休困，未少企业已经拢裁员倒去。中国清华甲北大联合针对995间中小企业进行疫情影响的情况调查，其中85%要经过3个月受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上届严重的乌北疫情疙瘩也无法度收煞，中国嘛开始在对接针，直接做人数的调动。乌北的省委书记甲武汉的市委书记陆续换掉，即马换习近平的新北去做。输出的关键，控制好武汉的疫情，直接关系全国疫情防控的大局。武汉肺炎疫情，湖北省是重灾区，12不止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死亡人数也创新高。中国中央13宣布人事异动，由上海市市长应用取代张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取代马国强，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甲武汉市委书记。这是因为疫情出现的上悬残疾人数变动。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亲望亲好。上海市长应用因为甲台北市长郭文珽举办双城论坛，出现率真高，伊向被看作是习近平爱将之一。即摆去湖北救火算是平调，加上进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医生也被空降到湖北担任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甲湖北省长，看出习近平希望平息疫情的决心，甲未来布局。疫情拖下去可能会更不利。所以他找一个他充分信任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应勇这一次在湖北把这疫情处理好的话，2年以后有机会再往上爬。另外，国园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13也被降成副主任，由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良兼任国园港澳办主任。除了显示中央对张晓明处理反送中事件不满，学者也分析，北京会采取直接管制方式处理港澳议题，港人抵港实际内涵恐怕出现新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印尼亚婆的料理真出名，不过自从传出武汉肺炎的病毒甲面包甲亚婆有关系时，印尼政府就禁止市场卖面包。也不过伫真侪传统市场也是有人在卖，当地民众嘛照食，无得惊，无得甲心斗。露出来咸咸脆气的乌色面包，规排放伫市场打飞。家庭主妇就亲像买鸡肉共款，吩咐头家为伊切开食。印尼北苏拉威西首府美纳多这市场，以卖面包甲蛇只野味出名，就算传出面包可能带有新型冠状病毒，印尼当局也已经下令禁卖，面包吧也是被加下叫。Pembeli tidak pengaruh, malahan orang tanya itu kan di Cina bukan di Tomohon. Jadi itu jualan ini dah lancar. Anak-anak
pengaruh habis terus sampai jualan. 伫当地餐厅以椰子汁香料咖喱做的有名的菜，甜米薄，民众也是照吃。Ini ada suatu hampir makanan yang ada paling ada namanya makanan yang begini untuk misal. Jadi nggak takut dengan penyakit itu ya? Corona itu? Enggak. Sama-sama takut Tuhan tuh atur mau sakit atau apa begitu tuh. Kalau mengenai informasi dengan adanya virus dari ikan paniki ini di Manado ini sendiri belum ada pernah ditemukan dan sampai saat ini masih banyak juga yang memakan ikan paniki ini karena memang ikan paniki ini enak apalagi dibuat santan kering enak. 印尼到即马也无确诊的病例，不过为了防止疫情扩开，印尼政府已经完成撤侨行动，而且暂停往返中国航班，也暂时禁止中国公民入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高登来咱国内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滚价。翠安即马政府有管制，爱徛名才买有。不过伫咧新北市的三重埔有一间翠安工厂，即马防检举讲，工厂私底下偷偷伫卖翠安。业者是讲，因为伊的翠安无去互政府征收，所以生产了后，若是袂使卖，要安怎转食？经济部是讲，若是合法的工厂会赶紧去征收，嘛讲禁止翠安出口，买翠安爱徛名这个措施会一直做到4月底。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全台销翠安，不过新北市三重埔这间翠安工厂前一阵仔说以每盒一百的翠安500块的价销卖给民众，结果被人检举。新北市卫生局调查局去稽查查扣900万瓶的翠安。我们开工第一天，我们大概跟他买个1盒备用这样子啊，它这个价钱都跟外面一样，应该也是没差，5块钱一片，很公平嘛。查扣91万片医疗用翠安，14万片非医疗用翠安，新市涉嫌囤货有原介绍。不过附近的住户替业者发愿望表示，工厂营业真侪年，介绍公道，生产翠安无被定用只好私底下卖别人。新北市卫生局证实，工厂合法登记制作医疗用翠安的厂商，不过翠安征收统一交由指挥中心处理，部分业者拢反映。含有翠安无被定用，煞袂当卖困难。相信有些厂商因为没有被征用，那也这样有一点进退维谷。好，所以我们在尽快评估一阶段一阶段，经济部也很辛苦。好，那会尽快把这些所有的有在生产合法生产的，我们都会纳入征用。原本台湾翠安的出口禁令到13为止，即马经济部宣布出口甲定用时间延长到4月30。另外，投资1.8亿建立60条翠安产线，已经分配予15间厂商，第一批9条产线会伫本礼拜完成，下礼拜启动测试生产。口罩的我们目前是禁止出口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确实会把这个禁止出口部分延长到4月底。业者保证每一个星期台每礼拜产量至少70万片，6条新生产线全部投资，每礼拜总产量4200万片，其中有政府免费定用，甲医者目前定用介绍定用2部分，目标伫3月初达成逐工生产1000万片的产能。记者综合报道。受武汉肺炎的影响，无啥人敢坐飞轮机，所以飞轮机房减真济，通机场的旅客就比英国减卖3成。所以华航即马已经大声宣布讲，主管级的薪水要减1成。若中营是鼓励员工有假就赶紧去休。华航国际主管受到人力资源处内部批告知，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地属公司航班减少，坐飞机的人数也降低。为因应公司营运长期影响，先实施公司主管减薪措施来运行。减薪方案包含国内外国级主管、外派加转投资事业主管，为2月16开始，等疫情好转，搁再恢复。如果是无薪假，一定是要通报。但是如果是属于劳工之间的契约的变更的调整，那个一定要经过双方的同意。那至于主管是不是有适用劳基法，这个要看他们的情况。华航表示，当时鼓励员工在这期间规划特休假加补休假，佮强调暂时无考虑实施无薪假的措施。拍开华航去年财报为9月开始连续4个月。月累积的营收拢出现负成长，即马搁面临疫情减邦，财务压力是真大。航空学者分析，国内2大航空东营甲华航过去拢经过罢工，所以伫即摆面对疫情冲击，影响可能比过去SARS期间搁较大。2
大航在这个疫情之前，其实因为都历经了航空的这个罢工的冲击，所以本身体质上在影响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体质上的削弱。华航伫煞事期间也捌针对经理级以上减薪，即摆是所有主管减薪，按过减薪的幅度较细。另外，东营航空目前是无减薪，公司表示会看业务状况安排教育训练。拄啊开航的星宇航空也宣布暂时停止澳门航班，搁延后四户航线开航一期。疫情破晓，互台湾航空业者经营受到真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咱学校是迁到25才开学，政府有讲，厝内有12岁以下囡仔无人顾，家长会使请防疫照顾假。为了鼓励企业互员工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即马财政部嘛有提出减税奖励，也毋过还未定案，要等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今天请假在家，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不是要读一下书？伫厝的照顾能为各小的学童应付武汉肺炎的学校停课，家长会当申请防疫照顾假，也毋过多数的企业准假，也毋过无互薪水，秘书无薪假，也毋过国内知名线顶影音平台，头家真大方，直接互14天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我们有防疫照顾假跟 work from home， 那其实现在这个公司我们有将近20位同事是有申请的，这完全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考绩，或是这也是不影响大家的假，我们是完全的全心全额给。业者表示，互员工无靠薪水14天的防疫照顾假，其实有2种形式，有12岁以下学童会当请全薪防疫照顾假。上济2礼拜，也毋过若讲有国中、高中的囡仔，员工也会当选择单性伫厝里上班。就是要提上半年度的内容的重点企划，你们都 OK 了吼？伫厝里上班无靠工资以外，还会当请领加班费。这款的幸福企业并无多，为了鼓励企业互专心防疫照顾假，财政部建议用出租税奖励优惠，减轻资方加负担的薪水成本，偏向加倍减除应所税。也毋过强调规划中具体的内容还未定案。不是每一家公司有工作性质啦，还有公司的环境政策其实都不太一样。现在上班族，尤其双亲家长来说，能够在家里直接照顾小孩，真的是还蛮好的政策。目前互专心防疫照顾假的企业，大部分拢是公股银行为主，私人企业像 KKBOX、LINE、金宝电子等。至于传统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因为人力成本高。降税幅度，若讲无法度补足人力成本，头家恐惊真歹互劳工请假。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往来设假有97%拢是外销去中国，也毋过即马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销袂出去。昨昏农委会主委专讲去电视顶头吹箫，帮咱台湾的民众高官倒支持。大家看一下，然后那个汁都很珍贵。来，主委，来，请你吃一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上电视购物频道两影片直播拍卖水果，往来设价青甜多接，来自中国的外销订单都占97%，都惊疫情影响中国的消费力，往来设价卖不出去。农委会启动机关企业团购机制，也找电商配合推广内销。因为中国的武汉肺炎造成内需的影响，所以外销通路有稍微受阻，所以农委会现在就是积极的来把凤梨世家，甚至石斑鱼、蚵仔鱼，直接来提供给消费者来促销。农粮署指出，往来设价产期是10月到4月，前期已经出口89000吨，剩4000多吨要拍拼卖出去。往来产拢是往来，算落来2到6月是往来产季，过期产量当年大约出产40多万吨，外销51000吨，不过其中5万吨拢是集中销往中国，占比达到97%，使得农民非常的烦恼，销卖出去将地数继续放盘。因为我们的国内的市场没办法消化掉，所以说就是整个价格可能就是会崩盘。你一定做卖的啊，因为销袂出，我就出口出去啊。后壁啦哈，搁一寡啥物里里口怪手花梨啊、开垦遐物件遐钱安尼啦。
农粮署讲，中国定多也是有验过民众减少出门，封城通关无顺畅，进口商也加减用观望的心态，所以咱国会借着这波的疫情，辅导农民尽量分散市场，像鼓励将水果销往新加坡等国。至于枣啊、枇杷的领物也将陆续出产，不过产量少、单价悬，农粮署估计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的武汉肺炎严重，嘛，互真侪伫咧中国读中小学大伤的子弟，这囡仔无法度回去中国。目前地方政府提出办法，是讲互这囡仔伫咧各中各小转学，随便寄托，也毋过教材甲环境，这囡仔可能爱搁适应一摆。伫咧台湾出世，爸爸事业重点伫咧中国，自动学自细汉甲爸母住伫咧东莞，读当地公立学校，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规家伙拄过年前回来台湾，到今还未回去。想要回去念书吗？想啊，一整天都在学校，然后跟同学玩，然后晚上也跟同学就是一起读书这样子，然后在晚休的时候，然后读书会读比较进去。想要回去读册，短期以来是真歹实现，若是时间又较长咧，无想要学习去受到影响。台北市教育局表示，高中小学是基础教育，敢若需要照户籍地，也是合法的居留证地址，随时会当申请转学。就算是对班来读嘛无问题，不离个高中转学，爱先评估基本学历。你的程度大概跟班上的同学是不是跟学校里面同学大概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比较合适的衔接啊？不然程度落差太大，其实衔接起来也会比较大的困难。对这个学习直接的措施，台上的太太小小姐讲，家长上烦恼的是囡仔可能因为环境无熟悉，字体转换还有教材无共，效果可能不遐好。你除非是像读台校，他们是课程是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那你如果是读当地的学校的话，其实课程的话，我觉得还差蛮多的。除了顾虑到学习的效果，嘛有台上的太太指出，伊人早就已经登去中国，无可能登记家庭婚礼，这几工间内会当想好较斟酌咧。希望讲袂少做出上适合，嘛是上安全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即马伫全世界20外个国家摊烧，严格甲单是也无药啊，嘛无疫苗。全世界拢伫研究，咱台湾嘛共款。阳明大学、交通大学甲台北荣总即马就做联名，嘛做伙投入。检验人员先做核酸萃取，佮将样本甲试剂结合，放伫太空验光了后，佮送入机器检测，为电脑判读结果。WHO 有推荐6种检测的方式，政府采用的是这6种里面的一种，另外一种 WHO 推荐的方式，其实它精准度跟速度都会比较快，1/3到1半的时间吧。这项核酸检测试剂采用 WHO 甲武汉肺炎病毒基因序列资料来进行设计，已经向食药署提出许可申请，正在等待结果。疫苗处方中自动化疫苗装填、细菌培养等作业继续进行，希望量早提供防疫协助，抢得先机。这个核准不是说就核准了啊，它是为应付紧急之后呢，有一个配套的措施啊，很快的这日子里面，政府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紧急的这个核准。现在是所有的单位都要互通讯息啦，有人做疫苗的，有人做药物研发的，有人做检验试剂的，这些等等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联合起来，把所有能量集中在一起。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到当全球有20外个受害国之间进行疫苗药物等开发，台湾也无例外。阳明、交大甲台北荣总组成研发联名，规划试剂、药物、疫苗、法规甲智慧医疗小组，为实验室诊断甲快筛试剂等研究，要全面掌握。整个的防疫最重要就是要抓到病毒跟抓到病人，它其实感染力非常的强，万一有社区感染的时候，它的数量是非常的大。以现在的这个检验的能量可能就不足了，现在还 OK， 好，但是一旦爆发的时候，就是会有不足，所以这个检验的能量一定要扩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抢这一块。因为武汉肺炎轻症甲流感症头类似，而且有高度的传染性，所以一部细粒都可能演变成社区感染。所以要安怎加紧检测速度，并且研发出适当的药物甲疫苗，成为全球上要紧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医疗会使伫咧世界甲人比拼，甲人徛起。12就国际医学期刊刊一篇中华基督教病院的论文，这个论文的内容是咧探讨咱台湾头一个伫厝内感染的病例。
武汉肺炎继续，台湾目前确诊的案例中，头一位被诊断出的女大伤，已经经过大型病院的修治了后好起来，毋但引起国内过度的关注，也更加证实台湾的医疗实力。中华基督教病院对于这项结果也提出期刊论文个案报告，探讨台湾头一个家户感染病例，并且发表在国际期刊《新英格兰杂志》。是发烧之前可能就具有传染性，那这个传染性是发生在这种非常密集接触的家庭里面，它就会产生。所以告诉我们在防疫政策上，家庭群聚的一个防治非常重要。这项结果发表由中期的医疗团队针对大型病院收治的第1例甲第5例病人引起的家户感染进行探讨，内容讲到，这位女士为武汉登到台湾了后的第5天，1月25出现发烧甲肌肉痛，伊讲家己无扫、喘气困难、胸口痛也是老。也毋过电光片显示，相病的是弥漫性症轮。第5例翁婿也只是流鼻水，并无发烧、咳嗽、喘气困难、胸口痛也是老。因过较加后密切生活，也被怀疑感染送入病院，证实就算是无明显的症头，也会因为密切的接触刷去胃着。这2件个案目前拢好起来，卫生局也继续追踪。目前个案是状况都很稳定，那就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会再做采检跟确认，确保他完全没有病毒残留在他的这个体液里面之后，没有传染性了，之后就可以恢复到这些正常的处理。中华关卫生局指出，这篇期刊论文个案报告提供感染者，就算症头无明显，也有真悬的传染力，更加应该注重家庭团体的防治。就算是目前台湾也毋是世卫组织的成员，也有能力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成为国际防疫的重要一环。记者综合报道。伫今年奥斯卡上届封神、上届请赢，应该就是韩国电影《寄生上流》。电影团队甲演员12登去到韩国的仁川机场，受媒体甲民众的欢迎，有影真正公营倒转来。伫美国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大出风头，电影《寄生上流》的演员甲制作团队12登去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吸引了真侪媒体等着要翕因的画面。《寄生上流》金奖团队成员白贵白笑着下手，和媒体翕相。 여러분들의 끊임없는 성원과 응원이 계셨기 때문에 저희들이 그렇게 좋은 성과를 얻지 않았나 생각 들고요. 앞으로도 좋은 한국 영화를 통해서 전 세계 영화 팬들에게 한국의 뛰어난 어떤 문화와 예술을 알리는데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여러분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 예. 摕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奉俊昊，因为伫美国抑个代志需要处理，爱换几工才会回去。加上上流伫美国好莱坞引起的回响，也吹向全世界。真侪电影院拢重新安排这出影片的播出。当前武汉肺炎的消息爆炸，民众较无爱外出。首尔东大门甲东大门商场人真少。 总统文在寅甚至都爱亲自前往市场向大众宣导安全无顾虑，也毋过播出寄生上流的电影院，却有望有民众挂嘴往前往看电影。 아무래도 집에서 뭐 핸드폰이나 뭐 노트북으로 보는 것보다 영화관에 와가지고 마침 재개봉도 했으니까 영화관에서 보는 게 더 괜찮을 것 같다 생각을 해가지고 왔습니다. 美国奥克拉荷马市一个寄生上流市中的影迷，将看奥斯卡最佳影片开奖的时阵，伊甲朋友的真实反应，恳求社会媒体吸引不少人点赞欢呼。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艺术品也是古董，贵松松根本买袂起。也毋过，即马伫美国纽约有一间公司，互你有才调买，因是利用网络平台，互人客炒股，做伙集资去买，做投资艺术品的生意。 这是班克西的创治人的作品《蒙娜丽莎》，价值将近104万美金。这是莫内的作品《作风》，价值大约686万美金。艺术品的天价数字，往往成为收藏的高范围，互真侪人买袂起。美国纽约一间新创公司 Masterworks， 互你毋免是大富野人，共款会当做艺术投资。因先买内底投资的艺术作品，佮利用线顶平台向人客分割拆卖。 So Masterworks is the first company that allows anyone to invest in multi-million-dollar paintings. So this is an asset class that we think is very interesting. It's $1.7 trillion in total value, but historically there hasn't been a good way for anyone to invest in it.
Mr. Ross 将艺术品分做2个类别，一种是自由型作品，收益甲风险拢较低，像已经过身的大师莫内、毕卡索，也是安迪沃荷的作品；另外一种是风险中等的作品，作者大多数也在世艺术家，年收益落22%至20%，客户伫官网上注册，选择作品较想要买的股份，至少爱$1000起跳。We have 36,000 investors signed up today. So investors range from very small investors who are in college to large investors that are viewing this as a serious allocation of a portfolio. But it's really everyone across the board. 资产管理专家认为，共同买伫艺术品的概念真新，不过投资一定有风险，艺术投资同款有谈有了。So when it's very unique, there's demand for it. So you do have that appreciation, but you also have the risk of losing all your money, right? If you buy this painting for $1 million and then 10 years later they want to sell and they only could sell it for $740, you can still lose money on it. Mr. Ross 当年向客户收1.5%的手续费，并且伫作品卖掉了后收20%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因为空气污染、空气不好，对咱人的健康就不好。咱来看北马其顿的首都，当地民众伫咧寒天的时会惊茶，加上迄个所在老车较侪，还有地形的关系，垃圾空气拢排袂出去，所以即马伊是全欧洲空气污染上歹、上严重的所在。当年有3500人因为空气污染死亡。巴干半岛史科普里地顶，当天拢是雾蒙蒙，民众出门拢会赶水暗。史科普里的空污严重，主要因为特殊地形对空气流通不利，工地施工造成风背山，伤侪位欧洲进口的老汽车排放废气，有真侪民众为着温暖用烧柴火炉，甚至有家友是烧粪扫。这因素造成空气中风背因也是比欧美国家超标10倍以上。当年上无有3500人因为空污相关疾病死亡，包括环保团体甲大学生拢行上街头，要求政府吸引好的空气。Во овој момент имаме исто така и многу голем број на автомобили кои што се увезени од Европа, кои што се стари, значи отфрлени според европските стандарди, но кај нас, како што можете да видите на улиците во градот, од Евро 1 до Евро 5 имаме се. 北马其顿政府表示，斯科普里空污有一半是因为烧柴所引起的，大型的扩大天然漏水网络，更新暖气设备。The solution to the air pollution issue we face requires long-term measures. The long-term measures are well represented. We are looking at extending our gas network in the country. We currently are, these main cities, Kumono and Skopje, have a gas network. We need to extend that further into the city. 北马其顿政府嘛，伫考虑用铁管管设定措施，限制欧洲老汽车进口，希望让斯科普里进行改善，脱离欧洲空气上歹车车排名声。记者综合报道。若受气候反常、气候暖化影响，一寡伫咧较寒的所在爱困冬的动物，因为暖冬，即马拢提早精神啊。另外，伫澳洲，小几个月的火烧山，即马对动物的生态嘛造成正大影响。伫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的动物园发现有2只草黑马，伫2月第1礼拜就醒过来当一耍，因旧年这个时阵也咧冬眠，迄时阵甲往年共款困到月底。Молодые барсуки, то есть потомство, вышло из спячки. Взрослые барсуки еще спят, они медленнее будут выходить, а вот более молодые вышли 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ктивно себя ведут. 这个月初10，当地气温摄氏2度，不过去年同一天气温是零下24度。此外，动物园内这只叫做兰坡的占会也伫顶礼拜走出来活动。园方表示，通常这代表春天就伫要到啊。Животные чувствуют это намного лучше, чем мы. Они более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к разным перепадам и намного раньше чувствуют изменения. Поэтому это сопутствует тому,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теплой нынче. 澳洲最近几天的大雨，总算将烧了几个月野火压花，也毋过野火为烧了在土地中的动植物带来空前的浩劫。澳洲政府列出113种动物物种需要紧急协助，这份清单包括13种鸟类、20种爬虫类、5种无量骨动物、19种哺乳类、22种小龙虾，甲17种的鱼类。清单所有动物的栖地至少有30%已经消失。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目前也未发现有动物灭绝。动物专家表示，无尾熊、地鼠、鸟类、鱼类、甲蛤蟆是上需要帮助的动物。
伫这进前研究人员捌估计，大火烧害温带松林甲草原，有超过10亿只的动物被烧死。所落来将会针对食物无量骨动物列出第2波需要紧急协助的清单。经过澳洲已经为野生动植物甲栖地投入3300万美金相当代票9亿9千万，用伫为动物治疗、提供食物甲控制虫害。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天气。今日方面搁较晚近台湾，加上西南风增强，咱全台湾拢会落雨。另外，今日明仔金门、马祖西半部会大雾，云是较低，能见度就较歹。出门洗车爱细致，来关心今日各地头温度。先来看，伫个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是13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